我买去路，现在几米啥包来着？现在就买。哎，哎，啥子？啥子要这就买。我嘛老婆煮下个东西咯，要看俺这肉味道哎。要比做外派味。问我啥时候去？从哪去在哪里？哎，从么说就说的。哎呀妈，当好过呀，真的。我老口口路压下去嘛，这边把了还几么大的，我个外头，我是贴啥子的？贴为么把铺满了不给不到哦？哪里？我呀，原来反正得过来，咱们老你们。我买，哪个呢？我回家就我买嘛了。有啊，咱们走的。我人家对。你有就是的，你找了哎。比你好什么的好？比你好了，考多不样当考多。你看这个的。我去嘛。把牌子我把那都，把牌子说卡不呀？那不要把牌卡来哦跑。那对他妈这里要不逃。那家才得看这一下还，从树上拿下来了。我不交了。什么都交下了。把那把牙比嘛就把你。接来出来。哎，我没跑。这样过来。要是么去淘宝包邮来给他到对，有啥把他查看来带车来看来看，我几米对比大对的，要不然那过来打包。现在有呢。慢慢嘛。是吧？这里不是有嘛？上海家嘛做了块咯，去地出去掉路上家伙老嘛是老老哦。哎嘛。我跑完这对好嘛，我跑大跑那路的。那么是来过去来拍。也为啥黑到那钱？啊，不要加进红路。干啥啦？因为对我是个的，那边。你今晚就跑。啊，不给没给哦，我们就老不表。大概老不拿的嘞。等到家来定位数。等到家去包装，包到比马里。哎呀，比马拉的没到那地去。我看见我来为了地边边还没打下就靠过了，来归了这些讲好干诶。地家的没，就我们。等到家来了，叫那边。等到家去买米拉去买米拉。没地就为了他为了他就。